第一本咧叫做《動物頭骨圖鑑》，咁可能比較冷門啲啦，但係其實咧就中意動物嘅人咧，有啲都會中意儲佢啲骨頭嘅，其實都唔奇怪嘅，因為佢啲骨頭其實都好靚，尤其是嗰個頭部啦。咁啊，譬如一啲老虎頭骨啊、北極熊頭骨啊、猩猩頭骨啊，即係模型啦，當然係複製品啦，都好多人收藏嘅。我以前都有買呢啲模型，都好多人中意收藏呢啲模型。咁啊，首先第一本動物頭骨圖鑑，咁係一本日本嘅圖鑑啦，將佢翻譯成中文啦。咁啊，都好參考性好豐富，即係好好嘅參考書嚟嘅。咁啊，監修咧就係呢個吉田賢治，日本人嚟嘅。咁啊，由呢個丁冠雲嘅翻譯。咁啊，出版商咧就係萬里機構。萬里咧以前都成日會出一啲動物嘅書嘅，但係近呢兩年好似冇再出啊，可能即係經濟太差啦，就少啲出呢啲冷門啲嘅書咯。咁啊，俾大家睇下內頁。咁佢介紹咧就好多種喎，有咩頭骨咧？有綠豬啦、雲豹啦、孟加拉虎、穿山甲、紐角林羚、長頸鹿、河狸、灣鱷、大蟒蛇、海龜、曲紋唇魚，即係蘇眉啦。咁啊，鋸鰩同埋呢個鯊魚嘅。咁大家睇下，同大家睇下內頁。咁啊，開頭都係一啲例牌介紹嗰啲頭骨嗰啲嘢啦，初步介紹啦。咁入邊咧，佢有真實嘅呢個動物頭骨嘅相片啦，同埋佢即係嘅標本啊，或者一啲現身嘅動物嘅相啦。呢個就係雲豹啦，雲豹嘅頭骨啦，大家睇下雲豹嘅獠牙嗰個犬齒係好長嘅。我記得好似係咪佢即係除咗劍齒虎嗰啲，佢好似係最長嘅喎，嗰個犬齒我記得啊，唔知有冇記錯。咁啊，有啲唔同嘅獅子啊、美洲豹啊，咁佢嘅頭骨啦，即係作為學術參考或者畫畫咧，都好高嘅參考價值咯。即係你唔係就係咁一個頭骨，其實佢唔同嘅動物嘅頭骨都係好大嘅分別嘅。咁呢個獵狗啦，獵狗嘅頭骨，大家見到佢係咬合力係好勁嘅獵狗，連骨頭都咬得碎。咁你見到啲臼齒係好大隻，係好粗好大隻，咁啊可以將骨頭咬碎，就唔係好尖，但係好似一個碎骨機咁啊。咁啊熊啦，其實好多動物都有啊，浣熊啊。海獅啊，海獅同獅子嘅頭骨啊，其實都幾似，所以點解叫海獅？咁啊，一啲牛啦，呢個牛係最大嘅牛啦，印度野牛啦，一啲牛羚啦，馴鹿啊，犀牛都有喎。犀牛個角其實唔係骨嚟㗎，係呢個蛋白質纖維，即係好似指甲咁。唔知大家知唔知啦？啲斑馬啦、馬騮啦、魚啦、鯨魚啦、海豚都有。抹香鯨嘅牙啦，幾大隻。咁啊，呢啲袋熊啊，一啲鼠科嘅動物啦，雀仔都有嘅，鯨頭鸛。咁啊，有啲爬蟲啦，爬蟲啊有啲鱷魚嗰啲啦。最尾佢有講恐龍喎，佢約略講下恐龍喎，但係唔係篇幅唔係好多咯。即係恐龍同現生動物嗰個研究，有鱷魚啦、灣鱷，唔同嘅鱷魚啦、唔同嘅蛇類啦、鯊魚啦。
即係好多種類嘅。呢啲魚嘅頭骨就好少見，鱸鰻、即係海鰻，因為呢啲係好高參考價值咯。如果你係設計怪獸嘅咧，就可以參考佢。阿龍哥啱啊！呢啲魚啊，最尾曲唇鱗魚啦，即係蘇眉啦，係啦，佢個頭就咁嘅，已經係俾人食到瀕危㗎啦呢種魚。咁成本書就有全彩嘅190頁。咁啊，而家可能難揾啲啦。呢本書你見我都有啲黃啊，我都唔記得自己幾時買嘅，可能幾年前、10年前，真係唔記得啦。大家可以試下揾，就好珍貴嘅一本圖鑑，亦都係好豐富資料。呢本就係其中一本係講骨頭嘅我嘅書，動物骨頭。咁啊，仲有一本介紹埋呢本咧，就係呢本就應該容易揾啲啦，因為呢本大陸出版嘅，叫做《頭骨之書》，都係講頭骨嘅。咁啊，由美國嘅即係英文書翻譯成中文簡體字版。咁啊，個作者係西蒙溫切斯特 （Simon Winchester）。攝影就係 Nick Mann 啊，咁啊將佢翻譯咗中文。呢本書我都唔記得幾時買嘅。全書咧就有200幾頁，255頁。咁呢本書可以你喺大陸啲書店網應該仲揾到啩。咁呢本書都係好資料性好十足，佢影啲相更加精細添，更加大幅，因為本書大啊嘛。有河馬嘅頭骨，即係開頭有一啲簡介啦，之後都係逐樣動物介紹嘅，但係佢啲相就更加靚咯。佢係退晒地嘅，同埋就係一個我唔知點解我個電話偏紅啊，其實佢個色唔係咁嘅，偏紅咗。咁啊，一啲連呢啲蠑螈嘅頭骨啊，兩棲類、爬蟲類，佢又資料豐富啲嘅。你睇到幾多字？但係我唔睇字嘅，其實我就係睇圖啊，買書。咁啊，鳥類啦，係好清楚嘅成個構造嘅影到，即係作為學術研究都係好資料性嘅一本嘢。啲禿鷹嘅頭啦，唔係禿鷹喎，呢個係堅鳥喎，同埋呢個鸕鶿喎。哇！呢啲真係你就咁睇下頭骨，你估唔到佢係咩嚟？呢啲係一啲係咪游隼嗰啲啊？鳥啦，咁我係咁揭下啦。費事即係騷晒人本書啦。有興趣嘅可以自己去揾啊本書。犀鳥啦，唔同嘅犀鳥頭啦。犀鳥就因為呢個頭咧，俾人哋非法狩獵，而家瀕危啦都，就係因為佢呢個頭呢個冠啊，啲人攞嚟做裝飾品、雕刻品。咁啊，鸚鵡啦，鸚鵡頭啦，雀仔都好多。跟住係一啲海生動物啦，海馬骨都有喎。魚啊，一啲魚啊，你見係做得好靚嘅，一啲係真實嘅標本嚟嘅。跟住一啲靈長類啦，啲鴨嘴獸啦，鴨嘴獸嘅頭骨係咁嘅。跟住話呢隻咩嚟嘅？藍尾貘，即係你唔講唔知，係好多咯。佢同埋一個頭骨，佢係影晒唔同角度俾你睇咯。呢個係劍齒虎，劍齒虎嘅頭骨都有，同埋老虎，一啲食肉嘅動物啦。我呢個 cam show 唔晒，呢個係藍海獅嘅，好似怪獸咁，你估唔到海獅個頭係咁。咁啊，海象啦，唔同嘅動物啦，羊啊、象啊，
一啲靈長類啊，以前古人啊，啲猩猩啊，好多，亦都好精細。呢本係比頭先嗰一本咧係更加影出嚟係更加精細咯。龜啊，龜嘅龜頭真係龜嘅龜頭，咁啊龜殼。呢本係更加即係影得靚嘅。呢本《頭骨之書》奇異的自然界生命探索，呢本同埋佢更加清晰啲，相更加大幅。咁啊，今日介紹呢兩本啦，同埋做咗個模型開箱啦。咁啊，豐富啲啦，就咁講個模型，就係講個鬆獅式就唔係咁多嘢講啦。順便介紹呢兩本書，咁大家有興趣可以試下揾。呢兩本書都係好有參考價值嘅。呢本係唔係台灣翻譯嘅，呢本萬里出品喎，萬里唔係香港㗎，係台灣嘅，台灣翻譯嘅，跟住萬里出品，萬里書即係萬里出嘅呢本，但係好多年前啦呢本，而家唔知揾唔揾到。呢本萬里機構出嘅，係台灣翻譯嘅呢本，幾多年我睇下先。日本版2014嘅呢本，咁佢翻譯版我諗佢冇講，差唔多啩。2015年翻譯嘅本書，2015年出嘅，2014年就日本版，呢本中文版就2015年81種珍禽異獸，呢本就大陸翻譯嘅咯，全部簡體字，但係其實唔難睇嘅，我覺得簡體字。睇得多就明。呢本係幾時咧？呢本我嗰陣時買79蚊人仔嘅，咁鬼厚，其實好抵。而家其實資料性就呢本更加多，更加寫實咯，更加真實。呢本唔記得幾時買嘅，唔記得喎，冇寫。都係2010幾年嘅啦，我相信。入邊有2013年呢本，2013年兩本都話10年前，兩本書差唔多10年前，唔知揾唔揾到。因為我好多書，我俾大家睇，望一望我屋企，呢啲全部我啲書，同埋我啲模型係好多。我仲有一間房係擺咗幾個書櫃。點解中意動物？由細到大都係喎，唔知點解喎。我幼稚園已經係嗰陣時好中意食呢個愉快動物餅，係因為中意動物，所以中意食愉快動物餅。可能細個我阿媽又買啲龜啊雞仔嗰啲俾我養，咁其實都唔關事，喺天生好細個已經懂性，已經係中意動物，咁啊一路 keep 到而家，咁啊個興趣當做事業啦。雖然都係差唔多失敗嘅，因為太難換，而家都好難做啊！即係買呢啲動物模型。以前未有淘寶係好啲嘅，有淘寶開始慢慢我哋呢啲都淘汰啦。而家真係純粹興趣，你靠呢啲揾食死得。係啦，咁今日就差唔多啦，1點啦而家，咁啊做咗半個鐘，啲人都差唔多走啦，得返幾個。咁啊，多謝大家先喺度陪我睇呢個直播。咁啊 ，Man Sir 都早啲瞓啦。唔係喎，你啱食完宵夜都唔好咁早瞓，唔係好易肥同埋胃酸倒流。咁啊，大家有個愉快嘅假期啦。咁啊，再見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